等咗10年，拱北口岸終於有全新嘅純住宅嘅新樓盤啦，就喺我身後嘅青茂口岸隔籬啦。今日開盤啦，想買珠海有想近關口嘅朋友，今次注意啦，絕對唔好走寶啊！咁大家都知道，拱北口岸板塊咧10年冇新增住宅地啦，咁周邊咧淨係20-30年嘅樓齡嘅舊樓同埋樓梯樓，想揾新盤咧根本難過登天啦。仲震撼嘅係總價100萬起就可以攞低香洲拱北核心區嘅70年純住宅啦。要知道拱北舊樓樓梯房都要百幾萬，電梯樓嘅話都要幾百萬以上啊！依家100萬以上嘅預算就可以上車全新嘅純住宅，呢個性價比真係獨一份啦！佢一共有4個戶型，35方精緻1房，49方實用2居2廳，69方同埋74方創意3房2廳。咁最細嘅戶型都有獨立嘅陽台啊，11層小高層加1.7嘅低容積率，咁比佢周邊嘅樓梯房舒適度直接翻倍啊！咁項目步行過嚟800米就係我哋嘅青茂口岸啦，隔籬就係珠海嘅輕軌站，50分鐘就到廣州南，40分鐘就通香港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啦，仲有地鐵18號線。咁跨境返工日日多瞓半個鐘，打車都慳翻不少啊！珠港澳同城生活真係攞到手來啊！樓下就係3000平方嘅普適鄰里中心，商場、餐飲樣樣齊全，學校、醫院成熟嘅雙圈環繞，步行就即可到達啦。自住方面到頂啊，口岸1.23億人次流量撐住月租輕鬆頂住月供啊，收租養老都得啊！咁珠海全面唔限購啦，首付16萬起就可以上車啦。跨境打工族剛需首套，穩健投資者都啱用啦。全盤先至320套貨，買一套少一套。依家預約鎖定房源，仲可以享受開盤專屬優惠啊！快啲聯繫我哋評論區啦〜